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5月19号中嘉台电新闻。台市政府推动西拉雅州正名，由其中赖清德率领族人提出行政诉讼，不过今日却传出台北高等法院判决败诉，提出赖市长除了表达遗憾，也表示会继续上诉，更期待新政府会当以行政权透过法律的程序，让西拉雅州成为法定的原住民。我们提出了行政诉讼，但今天很遗憾的，高等行政法院仍然执着于法律的程序，判决西拉雅族人所提起的这个诉讼败诉，非常遗憾。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未来的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我们会上诉，未来的最高法院能够基于原住民西拉雅族人他们本身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不管是根据历史还是根据各种史实，其实他们是西拉雅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在日治时代呢，他们还注记是熟番，跟这个目前我们所认定的原住民是生，是有一些不同。那换句话说，只是当初民国时代对他们这一群人在认定的时候忽略了他们的权益，那很可惜一直都没有办法回复。所以未来我们会提起上诉，我们也希望台湾社会能够支持。那我们也希望新政府上任之后是蔡英文担任总统让他成为一个法定的原住民，也是蔡英文的诸多原住民政见之一。那我们希望呢，新的政府能够让用行政的力量透过法律的程序，让西拉雅族人能够证明还给他们。上个议会总质询议员王家珍提出，市长赖清德两届竞选口号分别是看见未来、大步向前。不过，伊可认为东区看无未来，而且搁停顿。至于县市合并以后，东区人口流失上济，是因为未少的大型建设跳票所造成。议员王家珍提出，台南每一区为民国99年到104年期间人口数变化的资料，发现东区人口数呈现负成长，并指出安南区因为这几档投入未少的建设，所以人口明显增加。至于东区人口外流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型建设跳票所造成。人口每年减，安南区增加是他们的福分。并不是我们东区人口去安南区，为什么要去安南区？因为东区没有建设，东区你不断跳票。那个王议员这样讲对市府不公平，因为东区本来就是生活设施比较周延的地区，包括文化中心，包括医院。你怎么讲得出来对你们不公平？它是因为你的小巨蛋完蛋破蛋。东区是因为腹地比较小，怎么说得出来对我们东区比较高？这样子的话。所以年轻人或是其他人，他会寻求到安南区的永康。安南区的房价现在一点都不便宜。来，市长，小巨蛋，这个是一个好球。昨天您也提到了，对我们的解读，你就是挥棒落空嘛。虽然议员王家珍提出市长最近在媒体上发表对三马前美国猪肉进口意见的影片，希望市长会当向蔡英文清楚表达伊反对的立场。其实高雄市长陈菊或者是这个魏明谷，其实我们大家立场都一样。然后这个立场也不会因为马英九当总统或蔡英文好极了，对啊，总统你不要当嘛。现在他当了总统的话，瘦肉精就要来了嘛。那你真的是牺牲的有够彻底。总统不当，因为你预见美国贸易署会强大的施压，非要进口美猪嘛，对不对？好，这个我谢谢赖市长。2012美牛风暴反对瘦肉精美牛进口，2016曹启宏说无法拒绝瘦肉精，挡不住。你们的立法委员通通转向了。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如果进口，影响2个层面，一个是国人的健康，一个是农民的生活。
如果没有政府没有完整的配套，我们是不会支持的。我们不支持。这样的立场，这样立场，不管是马英九当总统，或者是蔡英文当总统，我们的立场都一样。议员王家珍认为，三马经猪肉如果开放进口，唔但危害个人的健康，而且影响台南市地后的生活，所以希望市长的立场会当无受到改变。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台南的交通，交通局委外规划适合台南的捷运公共运输，预计明年完成细部计划，107年办理发包。对此，议员董品娥建议市府参考日本，采用悬垂式的建设方法，不但袂影响用路人，嘛真适合台南的交通结构。台南市目前针对交通的部分，正在进行捷运公共运输系统的规划。对此，议员董品娥以日本冲绳、千叶、镰仓等地的交通运输系统作为参考对象，强调这三个地区的交通结构甲台南真相同。因所采用的悬垂式单轨电车，唔但会当经过主体区，阁袂影响用路人，所以建议市府进行参考。是足希望讲，咱台南市是全国22个都市内底第一个用这款高架单轨。对，所以你看吼，咱高架单轨，你看吼偌方便，而且佫有小丘陵哦，而且佫有斜坡，都无影响。最主要是伊无占所在啦。对，无占所在，下骹佫会当停脚踏车。对。哦，所以这种才是咱台南市需要的。是。因为咱台南市的结构，我们都市的结构就跟它差不多。是。哦，所以你若讲伫轻轨对，会影响，但是这个高架单轨绝对都没影响，对行人来讲也不会影响，对开车的人来讲也不会影响。对民众来讲也没有影响。议员董品娥提出2012年到2016年的资料指出，台南市的老人人口比例在短短4年内就增加17%，是全国第4老的城市。这种人口老化严重的现象，也对市区财政造成负担。另外，议员关心学童伫上下课的生命安全，建议市区针对大台南8万多名的学生，会当发放封明器来进行保护。不过，市长赖清德强调，保护学童的安全，上主要也是爱为源头管控，参照对戒毒、精神异常，也是有暴力行为的人士进行列管，这是上根本的做法。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郭国文伫5日控以后，将要入阁担任劳动部政务处长。伊伫担任议员的最后一天，嘛伫议事厅发表感想，并且强调，伊虽然无法度将议员任期做满，毋过将服务延续，一直到任期结束。这个议员赖美惠结束的时间，将要伫明仔载北上担任劳动部处长的议员郭国文，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表达伊做议员这段期间的感想。伊指出，伫伊担任民进党团总召的这段期间，府会争议表面上看起来是府会甲政党的冲突，实际上是价值的冲突，主要是为着迎接民主的价值。所以，伊希望未来新议长的诞生，会当是伫平和清气的方式之下产生。同时，伊也表达对新职务的想法。趁这个机会，有侪乡亲拢在烦恼，讲国文，你即朝失去劳动部是一个冲突的部会，有侪事项爱去面对解决，何况是第一次组建的这个行政团队，风险是相当之悬。当然，嘛有人徛赞成，讲你去是一个自我提升。自我的条件、自我的训练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不管是好是歹，总是一个政治任务。我既然接落，我就要面对这个条件。我要用城市文化协会名义，甲我隔壁今仔日无来，我的好同事区里的议员，伫永康形成一个新的联合的服务处，来完成地方的这个服务的工作。再来由议员赖美惠进行市政总质询，当中议员对着溪北地区的治水、交通甲农业政策，拢表达大肯定，呼吁市府为偏乡的基础建设会当继续努力。偏远毋是问题啦，无去重视特色才是问题，无去宣传才是问题，无去运用才是问题。咱这几年来就是安尼做，所以呢。
咱的城乡差距可以弥补，基础建设会当推动。咱台南市过去这4年来，你看咱的平均寿命延长1年，过去4年，6都内底平均寿命延长上长的是台南市哦，你看咱的税收嘛咧增加，就表示讲这个都市咧进步，咱各种的这个市政的推动，市政府参社区、参议会大家合作，咱伫中央的评鉴，真侪拢是掉头顶的，所以讲这款的成绩，我利用这个机会，甲咱赖前议长。甲议会说多谢，阮也甲市民说多谢，希望讲大家继续斗阵拍拼。好，感谢感谢赖市长，嘛，佮拜托咱的各局处有关着咱这或者的建设经费也好，服务案件也好，咱原来秉持着咱这个服务的热诚，继续为咱的市民来拍拼。市长除了表示，伫有限的资源内底，会当依照优先顺序为基础建设开始，也肯定赖美惠议员伫担任议长的期间，顺利和预算通过，市政才会当得以实施。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东北福利社坚持领导关怀精神，29号即天将30套 AED 也是心脏电击器以及10组 CPI 教具关护市府，以台第一时间发挥急救的功能，降低危害发生。台南东北福伦社伫咧去年发生过2起社员猝死的意外，伫咧全体社员哀痛的同时，除了感慨意外发生的同时，确实有 AED 心脏电击器伫咧附近，认为社员的性命可能会当挽回，因此就唔敢化作大爱，发挥领导关怀精神，结合韩国甲泰国的福伦社，共同捐赠10组的 CPR 教具以及30套的 AED 心脏电击器给市府，希望会当发挥到即刻救援的功能。过去咱东北福伦社也曾经捐助过 AED， 那这一次再捐助那其实国际福伦在台南市起起伏伏每一个福伦社大概每一年他们都会做这个公益的活动有些捐 AED， 有些捐富康巴士，有些捐救护车，有些做消防车，有些是捐助善款给这个家境贫穷的孩子念书就是因为有你们的爱心还有慷慨捐书，所以我们台南市市政推动呢，才有办法非常顺利的推广。因为大家对这个 AED 无普及化，CPR 不是大家拢有受过那个真正统的训练所以向用拄着问题的时阵大家拢足拼来，含伫遐都唔知安怎去解做这个急救的动作所以全体社员因为这三个案件大家非常的悲伤迄个将这个不舍的迄款迄个化为行动的力量向咱国际迄个奖助金申请300几万来办理这边的 AED 的捐赠。另外，这10组 CPR 教具将捐赠给成大病院作为教学用途。AED 心脏电击器也将由市府分配到30间偏乡学校，来保障台南市各区市民的生命安全。市府也鼓励民众在发生心脏急症的时阵，要勇敢使用这款器材，安尼才会当更加有意义。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为迎接2016年国际凌船锦标赛，市府选定19号透早伫安平开大体育场举行点睛仪式，由市长赖清德担任主祭官，加上地方代表、甲民代等贵宾共同为凌船点睛，祈求今年比赛一切顺利平安，嘛为今年凌船的相关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为了祈求今年的凌船比赛会当一切平安顺利，市府特别仿照传统古礼仪式，伫安平体育场举办盛大点睛仪式，由市长赖清德担任主祭官，副市长颜顺泽、教育局长陈修平、议员李文正、罗坤福、吕维印、体育场主委张胜武共同担任点睛官。市长也鼓励所有民众做伙来为这凌船比赛选手加油，也欢迎国外朋友做伙来体验台南传统的活动。这排3排，用诚心拱照安平开大体育场。正完毕，请收笔，来请咱的主礼官，来将咱的。咱台南市就是希望讲借重这个飞龙船的比赛，一来呢庆祝台湾属于台湾的文化活动保持台湾的文化这第一项目的。第二项呢，嘛希望讲飞龙船比赛，互咱台南市的市民大家感情会当更较相活会当更较相活因为借重比赛当中感情的交流这是咱第二项目的。那么第三项目的当然嘛是希望讲提供伫台南市无论是读册也是上班的外国人有机会参加在地活动，就是讲咱要用这个物件来这个活动来外国人来交朋友今年的凌船比赛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有真侪场外活动，路上行走设计赛、快木香包 DIY、端午彩绘等等。欢迎所有民众做伙来迎接这场台南市上界乡、上界具有传统特色的凌船嘉年华。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儿童文学一直是台湾重要的文学创作之一。国立台湾省学文学馆为互现在小朋友会当更加了解过去的儿童文学，特别举办一场作品的展览，加闯关游戏方式，互小朋友更加亲近文学。这个小朋友所朗读的东西，就是这届儿童文学自亲作家作品展的其中一位作者马锦贤老师的作品。这届作品展利用多位自亲同文学作家的作品，布置成闯关游戏的方式，分做3个区域，让小朋友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更加了解儿童文学的内涵。有关于这一次国立台湾文学馆纯真童心儿童资深作家作品展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希望让0到18岁的小朋友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在他的阿公阿嬷他们的儿童时代是什么，他们儿童时代的作家写的什么故事给他们看，而这些作家呢，其实他们的故事也穿越了60几年，到现在也让大家看到了。台湾文学馆愿意推出像台湾儿童文学丛书这样的作品，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台湾资深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经典，用与时俱进的方式重新再版，用各种方式来重新演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曾经是一代的儿童文学经典，不要就此走进图书馆，然后之后下一代的孩子没有办法接触。这届展览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各种的童诗儿歌以外，还有珍贵的手稿，以及由着老师亲身朗读的诗词。除了传统的展览方式以外，佮结合手机APP 导览，也佮有使用平板介绍作者等等，和大朋友、小朋友拢算了非常的欢喜。其中马锦贤老师的夫人，也佮有后生查某囝，拢到场共同参与。
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是因为我是因为爸爸受邀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不只是对我父亲啦，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位就是在台湾就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对，因为就是儿童文学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台湾的社会还有整个台湾的氛围，其实它毕竟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受到重视的一个部分。那但是其实它非常重要，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就是少了蛮多，其实对于文化还有一些我觉得人文方面的素养。那其实儿童文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值得推荐的啊。对，因为这些就是蛮适合小朋友来，然后有很多互动的，像这类型的设施，对啊，然后蛮多东西都是很适合小朋友，就是可以大家带小朋友来玩。这个展览利用无同款的展览方式，让大人囡仔会当伫遮享受文学的趣味。这个展览将展到明年2月，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做伙来找回纯真的童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2016年期至博览会上午伫昆山科技大厦正式展开，会中咱市32间技职学校加26间在地产业拢来参加，扩大设立97个单位，希望提供学生更加侪就业机会，嘛借出了解家己未来志向。这无同款的单位有机器人的操作展示、听物西门的练习、手工饰物的制作、精密机械操作等等。这寡拢是教育局甲昆山科技大学所合办的2016技职博览会，希望透过多方面的接触甲了解，帮助学生去发掘家己的兴趣甲志向，互各中生会当更加明确决定家己的未来。回想到过去台湾在创立经济奇迹的时候，并不是很多高学历的人在创造，基本上是许多的人呢。他可能小学毕业完之后呢，也可以做学手了。有些甚至于在国中、高中、初中毕业完之后，进入整个职业的体系。所以这些人呢，从他的实作当中呢，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但是因为整个一个父母还有整个社会的重视学历呢，让我们付出很惨痛的代价。但今天呢，我们总算呢，找到另外一条新的路吼。一技在身，得意人生。台南市2016技职博览会正式开始，掌声鼓励！延续去年介绍技职学校的布展规划，今年还有产业界加入，会当让学生有更加侪方面的试探，让教育不再只是死板的读册，而是会当帮助学生伫咧人生路上，依照家己的兴趣，追求无同款的梦想。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美国本家服装品牌进驻台南知名百货，伫正式开卖第一天，虽然是假日，但是依然吸引侪民众前往选买，人潮抢滚。台南市知名百货业者看准即马上界流行的平价品牌风潮，即个引进美国平价品牌进驻，希望会当更加亲近一般消费者，以时尚而且大众拢消费得起的政策方向迈进。董事长甲营运长也趁着第一天来试看卖啊，体验平价服装的吸引力。当然，这个品牌也是女性，也是这世界吼比较有名的吼，大家就较希望讲，这个品牌真好。目前已经有投行，像我们要来买的就差不多占50%啦吼。来看，佫有介意，就佫直直买去。你若假使拢无品牌的吼，也毋知影我这到底是有信用啊无信用，就去评估因的个公司，所以安尼会较慢就对啦。所以也是品牌好，来就是随会当卖安尼吼，比较这是安尼。那个就是对台南吼，当然这是拢世界的名牌，也大概后届要买这个名牌，毋免走较别位啊去。这届的这个 Gap 是全世界同新的这个形象柜设伫咱这个台南。那真的，你如果到别的地方去看 Gap 的话，你一定还是会回来台南因为阮台南这个南纺购物中心
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甲这个卖场啦，我感觉是比其他的台北啦、台中啦或者其他地方更漂亮更漂亮。开卖第一天就去饮料济济饮料，佮加上男装8折、女装7、5折起的优惠活动。业者看好平价时尚的风调，认为假日时会有更侪民众前来选买。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的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9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各位19号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